你今生要修成忍辱菩薩嗎？別人冤枉，千萬別動氣，你只要問心無愧就好了。如果修行能達到這功夫，就不會生起無明煩惱了。人家罵你地獄種，你真的就是地獄種嗎？修行功夫全在臨命終時，不管別人怎麼罵，你都要如如不動，這樣就不會有影響了。凡事自問，他罵你，這與自己的生死有關嗎？名利、地位、金錢等，這些都與生死無關。有時善知識故意冤枉你，要考考你的修行功夫，此時你大可不必向他解釋你的委屈。解釋了，表示你還重視這個我，你的我執還很重。所以受人冤枉、毀謗，如果你還能安然不解釋，此時就能見到真功夫了。人家要怎樣對付你，都要忍，讓他喜歡起心，貪念沒了，色就轉一分。如果你生氣的心還在，那就要將生氣的心減輕，色才能轉，業力就消了。你從前對好惡的分別很強烈，現在都沒關係，隨便人家怎麼說都好，那你的修行功夫進步了。我們常為自己步步為營，才會處處和他人計較，不顧自己而為別人着想。只要自己有一口飯吃，其餘的就要想到別人。甚至別人和我們計較，也原諒他，只要他高興，忍辱一下又有什麼關係？所以行六道就能隨我見。又如別人罵到頭上來，要不生氣，未氣的念頭，認為他是不明理才罵人，沒必要和他斤斤計較，這樣我們就不會有痛苦。如果我們的心只要還執着外面的種種境界，無論你念佛多少年了，修行過多少種法門，你的業苦永遠無法消除。